位于南区永兴路一间实贤堂艺文会馆，因为头家郭旭贤对着茶艺艺术的喜爱，内面除了展现各项茶艺作品，现场阁邀请艺术家陈佩君举办个人的画展，透过艺员林美妍的看线，上午邀请市府文化加观光旅游局联合召开记者会，希望为南区的艺文来推广。我们现在位在是永城路上面你会在整个柳万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个永城路上面竟然有一个真能够做艺术展览的地方，还是实贤堂。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曾经参加过好几场的一些这个活动包括品茶的那个就是展览还有很多的艺术来到这个地方那我们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看到了11月15到12月31，我们陈佩勋我们老师也在借这个地方，我们也展了一个非常特殊让人家感受而且蛮震撼的美跟丑。我觉得美跟丑是人生相对比的一个就是角色了当然在这上面也看到了它在色彩上面还有一些就是画的里面事实上内藏了很多我们内心的感觉啦。艺术家陈佩君除了感谢实贤堂的创办人郭旭贤的邀请，这届展出的作品总共44幅，对过去嘉义牡丹和兰花，一直到今年来受到疫情的影响，跳脱过去对水的物件，开始阐述水跟歹的关系。这一次最主要的呈现的就是美跟丑的对话，然后这场阐述的是丑，它也是一个美学的之一。它丑跟美之间，对不对？它是一线之隔，丑就是美，美就是丑。那我这2张作品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在于，我当时在创作的时候，刚好就是在疫情快结束了。那疫情造成我们生活上面的不便，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这3年来我们真的很苦，而且很多的生活都受于疫情的关系，我们都没办法去做，甚至于就是被关在家里嘛，对不对？那这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一张作品，叫毕卡索的一个作品，对，所以说在这里头，我采用毕卡索的一个特质，就是解构。我透过阐述猫的造型，去把它解构，阐述美跟丑之间的一个连结。同时，我也在阐述的就是说，我们因为受疫情的关系，我们都是受伤了，然后呢，都是躲在屋子里头，然后没有办法的，就是没办法去让自己，对不对，有一个更宽阔的心胸这样子。所以我就是我的 idea 来自于这张作品。艺术家陈佩君这场歹甲水的个人展览，对今日起一直展到12月31日，欢迎对艺术有兴趣的民众，会用到南区永兴路的实贤堂艺文会馆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